10岁你开始，可以认识到复杂起来，是好是歹，有当时家己嘛分不清。好的时阵，我感恩。但是你敢知影，大部分伊的日子，我是绝无快乐，百倍无奈。你敢知影？我的心事袂甲谁人讲，捌人知影又如何？予人笑伊啦，但是这一切我会家己吞落去吗？如果讲所有的代志，迄拢是天意，其实早早就已经注定，这一切拢是命运。安尼讲，是咱是咱准拄出啊。10岁你开始，可以认识到复杂起来，是好是歹，有当时家己嘛分不清。好的时阵，我感恩。但是你敢知影，大部分的日子，我是足无快乐，百倍无奈。你敢知影？敢知影？我的心事袂甲谁人讲，捌人知影又如何？予人笑伊啦，但是这一切我会家己吞落去吗？如果讲所有的代志，迄拢是天意，其实早早就已经注定，这一切拢是命运。安尼讲，是咱是咱准拄出啊，准拄出啊。可是你敢知影，大部分的日子，我是足无快乐，百倍无奈。你敢知影？我的心事袂甲谁人讲，捌人知影又如何？予人笑伊啦，但是这一切我会家己吞落去吗？如果讲所有的代志，迄拢是天意，其实早早就已经注定，这一切拢是命运。安尼讲，是咱是咱准拄出啊，准拄出啊。拄讲所有的代志，迄拢是天意，其实早早就已经注定，这一切拢是命运。安尼讲，是俺是咱准拄出，准拄出啊。